一念之間，100個心靈故事，作者蘇十瑩。蛇和試探。有一個年輕人，佢想要鍛煉自己嘅體魄，所以嚟到一座高山面前。佢對自己話：呢個係我鍛煉體魄嘅好地方，我要爬到山頂，征服呢座山。於是佢開始攀爬，朝住雪頂前進。攀爬嘅過程又辛苦又漫長，但係年輕人終於完成咗啦。去到山頂，當佢喺山頂休息嘅時候，突然間聽到好細嘅聲：救下我啦！救救我啊！年輕人順住聲音咁望過去，原來一條響尾蛇困住咗喺雪地，就嚟凍死啦！響尾蛇求年輕人救佢，趕快脫離呢個雪地。年輕人搖下頭，話：梗係唔得啦！如果帶你落山，你一定會咬我啦。嗰陣時死嘅就係我啦噃。響尾蛇即刻就話：唔會啊，唔會。我點會傷害救我嘅人呢？我仲要報答你救命之恩呢？嗱，我發誓，如果我忘恩負義，我就被凍死。年輕人諗咗一諗，卒之應承咗蛇嘅要求。佢好好啊，將蛇放喺衫裏邊保暖。然後開始佢漫長嘅落山回程。當佢到山谷嘅時候，佢就將蛇從衫裏邊拎出嚟，好輕輕咁放喺地上。但係估唔到，嗰條蛇竟然毫不留情咁回頭就咬咗一啖。年輕人即刻話：你點解要咬我啊？你話過唔會咬我噶。年輕人快要死啦，但係嗰條響尾蛇只係淡淡咁望住呢個快死嘅年輕人，好無情咁樣答佢：你喺帶我落嚟嘅時候，唔係早就知道我係咩樣子嘅咩？朋友，你早就知道與罪同行嘅後果，但係你係咪仲係帶住佢唔肯拒絕呢？好多事你明知唔應該做，但係就任性而為，等到後悔已經嚟唔切啦。好多人你明知佢講話唔算數，但係仍然相信佢，等到被呃咗之後，傷害已經造成啦。罪嘅後果人人都知道，但係抵擋罪嘅試探並唔容易。呢個就係人性，人總係輕易咁同罪妥協。亞當同夏娃明知樹上果子係唔能夠食，佢哋仍然被私慾誘惑，等到犯咗罪，只好被逐出伊甸園。擋唔住試探，與罪妥協，就注定咗被罪惡吞噬。喺聖經雅各書1章13至14節咁講：
但各人被試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。私欲既懷了胎，就生出罪來；罪既長成，就生出死來。